台南市的旧城区道路细条、巷弄较侪，特别需要中小型的消防车。开基预防宫热心公益，结合警动、成美2间爱心企业，捐赠小型消防车以及消防手套、消防鞋、抽烟机、照明设备等，协助加强台南市的救灾能力。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捐赠典礼，颁奖表扬。消防局也特别准备了消防车造型的一个感谢讲座，请市长郑与我们的开基玉皇宫表达消防局的一个感谢之意。台南市的城区在旧市区里面，道路狭窄，巷弄多，那所以说特别需要中小型的这个救护这个消防车。2天前台南市才刚发生，就是为了巷弄的火警拉了120公尺的火线去灌救，所以说。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像中小型的消防车来守护市民。若这个较细台这消防的人士捐出来，当然，咱家用的这是足对的，嘛会当互咱这靠兄弟，莫讲一个区域遐大，就我2架车，这边驶到迄边安农区遮大车驶到遐看是，规到要15分20分去啊，迄火都差烧要了啊，所以这确实是有需要。就算我天公庙无法度总搞，但是。咱这议员嘛爱甲市长斗下手，加减啦这款细节足重要。5日的捐赠仪式包含消防局长李明峰、安南区长叶志明、开基预防宫主委涂大湘、景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翔、成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展仪，以及市员陈怡丁、黄丽娇、李中庭、沈振东、李启维，甲消防局代表等贵宾共同见证消防水箱车启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